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初八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个本土病例，这内面有6个是新北市幼稚园抓出来的病例，而且幼稚园的病例是去染到Delta变种病毒。新北市幼稚园案件有查到6个病例，拢住伫咧同一社区，目前规栋大楼拢集中检疫。另外，新北市也宣布9月初9到95禁止店内用餐。今年第14号风台灿数可能伫拜六礼拜影响台湾，气象局预告上紧伫明仔载暗时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个本土病例，2个带病入境。讲到今仔日的本土病例内面有6个是新北市幼稚园相关案例逼出来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幼稚园是去染到Delta变种病毒，不过含中英基础的病毒数列无共款，应该是无共款的感染源。另外，也有专家讲，幼稚园内面恐惊唔那一届感染嘛。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若准出现感冒症状、鼻无芳臭，就莫去上班、莫去上课，爱赶紧去做裁剪。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初八拜三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个案拢分布伫新北市。另外，确诊个案当中无新增加死亡个案。新北这边匡列了1062人，那居家隔离目前是1013人哈。那当然，未来这隔离者哈，在这个社区哈，应该还会再增加蛮多的哈。另外，新北幼儿园规定小的事件基因定序结果也出来，证实是 Delta 病毒。验国指挥中心比对中型航空机师病毒的序列，发现2个无共，研判是无共来源的 Delta 小位。Delta 的病毒的序列不同哈，那基本上大家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来源的哈群聚。专家是讲，这届幼儿园规定小位，细汉囡仔检验阳性 CT 值有悬有低，真歹知影讲到底感染几届。为即卖资料，也加少部分细汉囡仔也有镜头，应该唔那一届感染到。单从目前这样的一个资料，那少部分幼童还有一些症状嘛，那所以还没有办法很清楚说到底是有多少波的传染。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清楚的说，应该是不止一波的传染波在里面。因为最近发生基础确诊，也甲幼稚园规定小位事件，拢是Delta变异株，互外界真烦恼。但是讲特别讲，若是有出现发烧、呼吸道症头、鼻无也是落下的症头，请唔通上班上课，因为病毒无所不在，请大家赶紧就医，也是检验。也希望事业单位的主管会当配合，互有症头的人莫上班，鼓励大家去检验。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幼稚园发生群聚感染事件，病例所在的徛家就伫咧邦桥某一个社区大楼。这个社区大楼内面就6例来确诊咯。染病的囡仔因老爸拄对埃及回来，目前一家伙仔3个人拢染着病，连带住共栋大楼的台大病院麻醉科护理师，也有2位住户共款来染病。新北市政府先甲社区这栋大楼全部400人请去防疫旅馆隔离，也甲社区另外905人做快筛，目前是343个人体检阴性。初八下晡4点左右，住户关行李箱听防疫人员的指示，陆续坐起咧防疫专车。因是头一批要去防疫旅馆的社区大楼住户。新北幼儿园感染风波探到邦桥某一个社区大楼，包括埃及一家伙3个人，因的囡仔都是迄个确诊的囡仔，也甲代代麻醉护理师，佮加上2个住户，拢总6个人确诊，全部拢住伫共社区美栋大楼。新北市政府宣布全面清空大楼，鼓励400人住入去防疫旅馆。那个外国的比较有接触，因为他们家弟弟跟我们家门的差不多大。之前有，但是就是很久没看过他们了，就是很恐慌啦，因为就很害怕。甲确诊个案住共栋大楼，住户难免会惊。知影讲一家伙5个人，包括囡仔甲长辈，拢爱住入去检疫所，互人隔离。坦白讲是真惊。另外，机动快筛队初七暗时啊，伫社区针对 A、B 2栋大楼采检905人，目前373个人快筛阴性。若是无确诊的住户 ，A 栋大楼是要求505人进行自主健康管理。新北市长侯友宜下晡特别前往社区视察防疫的做法。给社区大楼的市民说一声抱歉。我们在昨天第一个时间，因为只有1个个案，我们整个大楼在做机动的整个筛检。到了今天的早上，另外2名才出来，所以我们迅速的启动清空。面对新北疫情团开，侯友宜向外界回示咧，强调一定会甲市民共同面对这届疫情，同心解决问题。疫情指挥中心是指出，已经准备好400间集中检疫所。
有多层楼的地方发生有确诊的个案，那可能全栋都来做相关的检疫。针对社区大楼出现感染到的个案，是毋是有相关的 SOP？ 但是中是讲比较便宜防疫规定，一层楼出现一个确诊者，7层楼的居民拢爱全部检疫；若是同一栋大楼出现无共层的确诊者，规栋大楼居民拢爱检疫也甲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幼儿园的感染事件病例数一直增加出来，也烦恼讲这病毒会拖入去社区。新北市政府要强化二级警戒，今仔日宣布9月初9到9月15这段期间，餐厅是袂当内底食。另外，运动中心这块公共场馆拢暂停开放，也针对着游泳池、健身房这块所在也是袂当开放的。那讲到风景区的部分人数限制，也要降到一半。伫实际运动中心的室内羽球场拍球，流汗阁健康。不过因为新北市幼儿园的案件确定是Delta病毒，加上Delta病毒已经到新北的社区内底，新北市府唔敢来忽视，认为这个病毒拖真紧，防疫要有更加严格标准。3部初9到15，运动中心这个公有的所在，较传播病毒的所在，会来暂停开放，防堵病毒。这没办法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忍耐啊。疫情先为主嘛，不然之后大家可能会有更长的时间没办法出来运动。拍羽球的民众感觉是真艰苦，才开放无到10天的室内篮球场，上款是爱来暂停开放。稍微可惜啦，可是就是对没有办法。体育处对我们运动中心闭馆期间都有提供固定支出的一个纾困方案。那在中心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能够对员工有所保障。为了防疫，新北市的运动中心、体育馆这室内场所、甲户外篮球场、棒球场这所在，相关暂时无开放7天。加运动馆比较办理，图书馆只是提供线上预约，定点来提册。户外空间用楼的人数必须要下降。听到这个消息，为了配合防疫，图书馆内底看报纸的民众只好接受。没办法，自己买，那怎么办？在馆的前面会有一个预约取书的柜台，那民众有预约取书的需求就可以使用这个柜台。我们先以1个礼拜来做好滚动式的检讨。我们先这9月9号到9月15号一样不开放。至于我们的艺文场馆也是一样，以1个礼拜，我们只提供线上预约，定点取书。另外，避免人过来过去，风景区的人流必须下降50%。另外，温泉的大众池、露营场、加旅馆附设的健身房、游泳池这些设施，相关是无开放。校友期请市民体谅甲配合，也强调相关的说法会看疫情来做随时的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北市的幼儿园发生Delta群组感染案，台北市也当咧追踪接触者，目前 PCR 采检拢是阴性的。不过，新北市这幼儿园内面有2个染病囡仔家长，是伫咧台北市的内湖甲树林食头路。相关的接触者若有确诊，工作场所要进行大消毒。另外，台北市有7间学校，总共643人进行预防性体考。未来学校若准有1个人染到Delta变种病例，全校就要停课14天。每一个所在详细消毒。台北市南港这间国校啊，设备预防性停课。南港这间国校的家长甲新北市幼儿园确诊的家长是好朋友。8月底，这2家伙仔要做伙出去佚佗。这个学生的班级为初8开始停课到12。台北市目前拢总有3间国校啊，4间幼儿园，拢总7间学校停课，247个人居家隔离，643个人预防性停课。未来学校内底只要出现一个为着Delta病毒的确诊者，全学校就要停课14天。因为台北也无Delta确诊的个案，目前防疫警戒未加悬，嘛未强制禁止伫餐厅内底食饭。台北市没有确诊案例的状态下，虽然我们都居家隔离了，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阳性例。我们没有取消餐厅内用了但是原则上是这样。可以外带还是外带啦吼。新北幼儿园群组感染的案件，台北市的接触者目前 PCR 拢是阴性。不过新北2个确诊的囡仔的家长，一个是伫内湖食头路，另外一个是伫树林。他们可能接触的对象全部都匡列，目前是匡列了12位，那也都在做其他的部分都在做自主健康监测，场域都已经清消完毕。初次中央公布的确诊者，台北市当嘛公布因的行踪。暗号16147是由印度带病入境，8月28解除隔离进前检验是阴性，因为要出国，所以去病院做采检。9月初6确诊 ，CT 值超过30，有去过内湖的咖啡店、上山的大卖场，也有另外一个是有搭捷运，伫台北车头搬车。
遐若申报的确诊者，伫8月28到9月初4，拢有去苗栗通宵的白沙屯宫田宫拜拜。宫田宫初八嘛宣布，会暂停开放，禁止入去苗林拜拜。庙内还是一样禁止入庙参拜。想参拜的话，还是先维持在外面。快筛过的话，我们再看疫情怎么样的进展，我们适度再来开放。宫田宫暂停开放。这是从5月份以来，庙方采取高标准防疫措施，第2届暂时禁止信众入去庙林拜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讲到台大病院麻醉科的护理师也来确诊了。经过调查了后，才发现讲，伊和新北市幼稚园染病个案是住伫咧共栋大楼。不过，伫伊确诊之前，捌坐火车去到花莲耍3天，而且这位护理师已经做过2档莫德纳疫苗啊，也是来染病，也正做咱国内头一个突破性感染的医护人员。台大护理同仁确实是打完2剂的疫苗后，确实是属于一个突破性的感染了。就我所知，应该是第1例的打完2剂莫德纳以后，还发生在台湾本地发生突破性感染的状况。指挥中心证实，做完2剂疫苗，由于确诊的台大麻醉科的护理师甲新北幼儿园怀着个案是住伫同一个社区，因为身体无爽快，主动通报采检确诊。那他的确诊是因为医院里面的健康监测，他自己通报他是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有身体不适的现象，那所以被送去我们的医病门诊采检。确诊的护理师CT值头1摆38，第2摆36。指挥中心讲已经列出院内接触者、风险的人员才上千人来采检，加在 PCR 结果拢是阴性。另外手术室完成消毒了后，设备拢正常运作，无关起来。只是对早这个护理师的疫情调查的卡链，却是遍及花莲各大真有名的景点。大规模来做消毒，一件便都搁再侵入。一名麻醉护理师9月初3下晡4点坐台铁2304列车到花莲，计讲车时晚中到12点到新天长乐园，差不多20分钟了后，即个到附近的夏季星巴克。另外下晡1点前往成功的吊凤农场，迄暗暝将近7点前往东大门的夜市啊。再来初5下晡1点半，才到崇德营农场行行，一直到暗时4点，才坐台铁227次列车登来台北。连续3天造访各景点以外，也去过 7-11， 也有全联买物件，也有侪间小食店食物件。另外，花莲县卫生局接到通知了后，这阵也列出53人伫 PCR 采检中，结果拿出来了后，会搁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4号中度风台灿数可能伫拜6礼拜时阵会影响到咱的台湾。气象局预估上紧伫明仔载暗时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根据上新的资料显示，灿数的强度有继续伫咧变强，特别变做是强度风台啊。若准照目前的路线来看，真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东半部和恒春半岛。灿数风台伫咧过去一天增强的速度正紧，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风台前方，继续向西平山震动。气象局长陈明典伫咧 FB 答文警告讲，灿数风台是爆炸性的发展，增强的速度正惊人，爱正谨慎的面对。气象局上紧伫咧拜四暗就可能发布灿数风台海上风台警报。大致上而言呢，还是会朝着巴士海峡这边行进的几率是最高的。那以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气象局不排除会在明天的晚上或者是后天的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至于陆上警报的部分，就还要再观察了。气象局预测，灿数风台将沿着高压的南平向西平山震动，慢慢往近台湾。这个风台虽然强度增强了正紧，但过去七级风暴风半径120公里无算大，所以路线稍微较偏散，就影响是不是发布陆续的风台警报。伫办事了，太平洋的高压减弱的程度，也是影响风台行向的关键。9月11号的时候呢，灿数台风就朝着台湾的这个东南方移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慢慢整个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半部的这个风浪就逐渐的增大，而且降雨也会慢慢逐渐的开始。自拜6到拜日，台湾将会受到风台影响，南部加东部雨会上明显。专家提醒讲，除了太平洋高压自拜四开始减弱，风台也搁伫咧一个大气压带内面，路线也搁有变化，民众要随时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
讲到高雄公山的嘉兴路，今早起有一台货车去撞到一个冲过车路的护林人，货车司机向打动啊，这车后斗的螺丝桶啊全部拢淹到，煞去缀到一台轿车，轰撞到护林人送到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警方也发现讲，这台货车载物件超过重量，而且这附近拢是工业区，也针对到这款违规情形加强稽查。黄顶道的路口，大货车开过去，无偌久车身转一个，原来是去弄到一个75岁过马路的负责人，所在的螺丝全部落伫车路，也夹到对向的小客车。那个螺丝车撞到他啊，因为他有螺丝车也按喇叭，可是阿婆一直走过去都没有停下来，后来就撞到了。产业到你倒去哩会使啦，要等路直到倒去哩会使啊。所以讲足侪车拢走安遮过啦，大卡车有足侪。这个所在是公山区嘉兴路，负责人当伤救无转来，小客车的驾驶是无要紧。警方清查了发现，肇事车辆超载7吨，基本是讲嘉兴路是主要的连外道路，大车未少，车祸也真多。为了自保过马路的时阵，拢会加注意。我们研判，他现场是因为他为了要闪避行人，左偏右急刹，导致重力加速度那个螺丝的铁柜侧翻才会翻出来。警方表示，公山区真侪做螺丝的，又搁挖进工业区，为了省时间，大货车驾驶较会超载甚至超速。1月至8月底，已经处提454件超载违规。警方提醒驾驶唔通违法。也是肇事的30岁驾驶，因为有超载下过双黄线这个违规，相关可能要罚36800块，也有交通事故引起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邦山6月发生Delta群组感染事件，互当地民众是真惊吓。迄当时的指标个案有一位是违规的白牌车司机。屏东监理站最近佫查到一个80岁白牌车司机，伊毋但违法载人客，佫一声载5个人，依法该罚10万块，驾照甲牌照也拢甲扣押4个月。清晰的自用小客车经过屏东邦山乡时，互警方查落，司机一落车就被要求提出驾照甲行照。80岁白牌车司机接受警方查问时，一开始也讲要载孙仔去佚佗，也佫误会摕到行李的大学生，最后招认讲是伫帮寮车站上车，以每一人200块的车资，请司机载因到垦丁，这些违规来载客，伊佫超载司机会面临重罚。本站收证后，依法处驾驶人新台币10万元罚款，并吊扣驾照及牌照各4个月。以前较例，互出来佚佗的人增加，也互白牌车佫出来载客，也佫屏东邦山6月爆发Delta互相相话，其中的指标个案就是白牌车的司机，因为载着确诊者入去画着，也威胁其他的人。为了避免白牌车真侪防疫破空，警方甲监理站继续处理。白牌车没有投保相关保险，更不会有10连制登记，不仅足迹难以掌控，车辆清洁消毒恐未落实。如有乘车需求，请选择合法汽车运输业者。伫加强处理之下，也是特别完对住白牌车的司机讲，装卡计程车真少，公车甲航空巴士对行动不方便，也是要看医生的老人来讲，有当时也无够方便甲及时，才会坐白牌车。这也显示出政府若是要杜绝白牌车，恐惊也是爱对解决偏向的交通来做起。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市要争取合并，正做是第7都。新竹市长林志坚昨有和民进党内高层沟通，希望立法院会当修法。不过，这款的想法，民众所是有无同款的意见。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新竹县市原本就是共一个生活圈，性格也是真侪人的期待。不过，就因为卡伫咧人口数无到125万人。已经拜会立法院总召夸建明，希望透过修法来解套。既然县市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我们也找到了方法。那现在应该分进合集，然后去寻求更多的支持。对县市合并，而且升格伫辖市，民众嘛拢有家己的看法。对新竹县来说的话，在补助上面可能就会提升一点。那对新竹县的建设方面什么的也都会好一点。就变第7都啊，然后经费又会变多。
所以应该建设那些应该也会变得比较好。千万反对到底啊，新德跟新各自为政。最主要的考量就是觉得，如果新竹县市没有合并，我们的发展一定会受限哦。那站在对城市的建设或者是城市的未来，我觉得我应该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倡议。目前明年新北市长选举有可能会参加的人选包括立法院到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郑正乾、民众党高虹安、时代力量邱显智，另外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根林、民进党议员李延辉、前议员郑鸿辉、毛议员。新北若是真正修法成做第7个直辖市，搁寻求连任的新北县长杨文科，以及连任2年的新北市长林志坚，袂使继续参选，对明年市长选举的布局会产生真大的变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全世界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讲到塔利班宣布成立新的政府，临时总理的这个位是塔利班创始人之一。不过，这个人却去互联合国列入去制裁名单内。另外，讲到伊的内政部长是一位和盖达组织关系真密切，却去互美国 FBI 列做讲，若准抓到这个人有赏金的通缉犯。为什么这挂人会当来出头呢？美国总统拜登就直接暗示讲，这种的人选一定有甲中国敲切过。塔利班召开记者会，宣布组成临时政府，同时改国号叫伊斯兰酋长国，由发言人公布看守政府名单。临时总理这个职务由90年代末期塔利班执政时期的外交部长加副总理艾昆德担任，是塔利班原班人马之一，同时原来互联合国列入制裁名单。اسلامي امارت پریکړه وکړه چې د اړینو حکومتي چارو د پرمخ بیولو په منظور یوه سرپرسته کابینه تعیین او اعلان کړي. د یادونې وړ ده چې د حکومت په باقي پاتې وزارتونو، ادارو او نهادونو کې به تعیینات له زیات غور وروسته په تدریج سره اعلانېږي. 另外，极端组织哈卡尼的领导人希拉杰丁哈卡尼是担任内政部长，和阿美国家当作恐怖分子的伊，甲盖达组织关系密切，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有赏金的通缉犯。Well, most of the figures we are seeing in this government were part of Taliban's last regime, and there has been no member of other ethnic groups in Afghanistan, no one from the previous regime, or no one from the minorities as well. 不过，看守内阁名单所用拢是家己的人，也无看任何女性代表，这原来互国际无道接受。20大工业国想要针对阿富汗的局势召开线顶会议，不过一直无法度宣布开会日期，就互人质疑是中国、俄罗斯一直伫阻碍。美国总统拜登暗示讲，塔利班公布的内阁名单是中国力量介入所达成的协议。President, are you worried that the Taliban will get funding from China? Well, China has a real problem with the Taliban, so they're going to try to work out some arrangement with Taliban, I'm sure. 光头白日，首都喀布尔传出庆声，就伫临时政府宣布成立的时阵，市区爆发示威抗议，民众不满邻国巴基斯坦暗中协助塔利班干涉内政，连女权团体也行上街路。为了赶走这个抗议的人，塔利班阿兵哥对空开枪，甚至逮捕记者甲民众。伫西部第3大城赫拉特城市，原来无平静，上百个示威民众集合抗议，还佫传出有2个抗议者去互枪杀，8人受伤。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2015年造成130人死亡的巴黎恐怖攻击案，经过6年的侦查，初被头解开定案，检方起诉20名嫌犯，相关的文件塔起来有10几道血管，原告也超过1800人。法院为着这场大审查打造一个世界上上界大的听证厅，可能要到明年5月才会宣判结果。2015年11月13暗时，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周边6间酒吧甲餐馆，也佮有法兰西体育场外口连续发生大规模枪击甲爆炸案，总共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正做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欧洲犯下上届致命一个恐怖攻击，也是法国史上重大的创伤。Scène de guerre, quoi. Il y a les tables, les chaises, tout est renversé, les verres, il y a plus rien debout. Il y a du sang qui coule jusque dans le caniveau. Enfin, c'est.
经过4年外跨国调查，本案的设计审判在当地时间7场，检警提供47000多份调查的资料，贴开相当10几层楼悬，愿意开750万块的欧元，总共代票2亿5千万，打造一间史上上大的听证厅，好这审判会再顺利来进行，并且为着1800名原告受害者甲家属的尊严，因内底有几10人会出庭来作证，讲到迄暗惨痛经历。On attend aussi les témoignages des victimes et des proches des victimes, parce que c'est important que les parties civiles prennent la parole, fassent, je dirais, renaître les personnes décédées, qui ne sont plus là pour témoigner et qui étaient des vraies personnes avec une vie. 这摆检方起诉20名被告，差不多拢是无后帮助制造假身份，帮助恐怖分子来入境，提供金钱甲炸药这受困的志愿者，实际来进行攻击的10名恐怖分子。差不多当场拢是自杀攻击，也是互警方拍死。唯一的外口31岁阿布戴斯兰将做这摆审判头回公敌。外界希望司法爱调查这场攻击幕后规划甲详细情形，防止这惨案再重演。因为这案件规模真惊人，听证会有计持续140天，审问期会达到9个月。原告被告以外，也有330名律师出席，也有上百间国内外媒体采访，也附设10外间的附属法庭，有直播影像播送，也有网络直播，后部分的原告用伫厝内底听这审判，审判结果有计在明年5月底宣布。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墨西哥的西南部伫当地时间星期暗时发生规模7.0的地震，目前造成1个人死亡，而且伫因的中部也当咧落大雨，造成部分地区失电，害到17名需要送诉的武汉肺炎患者白白枉死。警报声一直达，真侪民众走出大楼，自己伫行路，大家揽做伙看起来有一点仔惊吓。墨西哥当地星期暗时，西南部距离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附近超过17公里远的所在发生了规模7.0的地震。因为震源深度只有12.5公里，这么大的地震一度予美国第一调查局误判是规模7.4的地震，后来修正地震的规模，佮发布了海啸警报。Estábamos en una función de teatro y nos sacaron y corrimos, bueno, caminamos, escuchamos la alarma, se empezó a mover todo en los segundo piso, bajamos. 这个地互伫380公里以外首都墨西哥市嘛，海甲真严重。真侪民众行到走出家门了后，唔敢回去厝。地铁顶佮一直闪着红色、蓝色佮白色的光，显示各地拢有高压电的供应受到地震影响停电。佮传出有民众互倒落来条条死亡。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就安慰民众，目前地震并无造成大规模的伤亡。除了地震，墨西哥中部受到大雨影响，真做水灾。一间伫图拉镇的病院因为安尼停电，造成至少17名需要供应氧气的新冠病毒患者，因为无法度得到氧气来死亡。El momento en el que se colapsó la energía eléctrica de todo el municipio, de un área importante del municipio, pues eso dañó la oxigenación y también nuestra planta de energía que se inundó. 病院内底其他的患者伫医护人员甲军队合作之下，分送到其他的病院治疗。除了图拉镇首都郊区的埃卡佩提市，嘛因为大雨街路加做河川，阁有人因此死亡。总统欧布拉多嘛根据气象机构的资讯提出警告，认为阁会继续落雨，建议住伫街区所在的民众暂时到避难所，也是较悬的所在避难。国际新闻台是唐平友。本地防疫做甲真好，越南因为Delta变种病毒，因的疫情也当咧拖，确诊含死亡病例一下就冲悬。越南政府伫初六宣布讲，防疫限制要搁再延长2礼拜。根据着 BBC 的报道，也讲越南有一个查甫人因为违反居家防疫规定，造成真侪人去染着病，去互法院判刑爱关5档。越南当局初六宣布，依期原本的防疫限制搁延长2礼拜。针对首都附近高风险的地区，有甲150万人爱扩大检测。后来全市7月份开始禁止所有非必要的活动，而且照无共感染的風險，分做紅、黃、綠3種區域。Mình cũng hoan nghênh lực lượng chức năng làm việc như thế này để phân vùng rõ ràng để cho anh em đi lại. Một là giảm thiểu nguy cơ cho bản thân mình cũng như mọi người khác xung quanh thôi.
原本防疫相对较成功的越南，最近这几个月受到变种病毒Delta的霜冻，确诊人数甲死亡的病例是直头增加。当局严格执行防疫。根据 BBC 的报道，有一个男性或者雷文治违反居家防疫规定，而且旅游署嘛讲白贼，至少有8人染病，其中1个人也不幸死亡。法院依照违反相关的法令判伊5年。台价架构的气味是真重。南韩第4波疫情还佫当地炭烧，当局佫一改延长限制措施到10月初3，嘛针对已经完整注过疫苗的人来放令限制。中秋节期间，厝内的人若要团圆，只要其中的4个人已经完全注过疫苗。聚会限制人数就会当到8个人。另外，根据南韩 Realmeter 上新的民调，有甲70%的南韩的民众希望政府11月份了后，会当甲防疫政策调整做甲病毒共存的模式。目前南韩已经有60%的人口至少已经注过1档的疫苗，因为完整注射的人口比例是35.6%。菲律宾确诊的人数创下新高，初6一天新增加2万多例。不过因为经济已经经历落去啊，所以首都马尼拉也是宣布要未开放。为初8开始，美容院甲整甲店、头毛店会当重新开放，人客人数限制是3成。若宗教聚会甲伫咧餐厅内底食饭，嘛会重新开放。不过人客人数的限制是1成。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在新北市发生幼稚园群聚感染事件，新北市政府宣布9月初到95这段期间，餐饮业美食街、超商市场、夜市啊，这个人客伫咧大头全部来包顿去陪当店遐食。不过开学1礼拜过后，放无薪假的劳工，则要减少23000人左右。今麦要搁来实行禁止店内限制措施，恐惊影响到餐饮业的生意。板桥车头地下美食街，平常时下晡也是有民众去遐食饭，美食柜台嘛差不多拢有2个以上的店员招待人客。开学了后，消费人潮有较济。劳动部公布上新休无薪假劳工的人数，一个只有减少23000人。9月初1休无薪假的，也有4822间公司，58731个人。一礼拜工作3457间公司，35763个人。主要是带宿、做食的小卖、大卖、甲运输程度业，就差不多有19000人登去上班。住宿餐饮业，那减少了大概有11000多人。那其次是批发零售业跟运输仓储业各有3000多人，减少起来是接近50%。接近他们原来的人数的50%。即马疫情淡水咧，新北市幼稚园群聚案去挖到的病毒，即马基因定数出来，确定是去挖到Delta病毒。新北市紧急宣布，为初9开始到15为止，餐饮业、美食街、便利商店、菜市啊、夜市啊，食的物件一律都要包顿去，袂当伫咧内底食。好不容易我们就是已经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也做了亚克力的隔板。那我们现在投入了这些东西，那你突然又跟我们说禁止内用，那等于我们的营业额整个又要再紧缩下来，生意啊，包括我们的员工生计上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内用大概占了几%的这个营业？至少60%。考考咱3个月才总算开放，会当伫咧餐厅内底食饭，想袂到即马阁要禁止啊！新北市餐饮业者面忧面家是真烦恼。也那台北市目前是暂时未取消伫咧餐厅内底食饭，不过建议民众也是尽量爱包顿去食。另外，有关双北餐饮业休无薪假的劳工，敢会阁增加？劳动部讲会密切来掌握。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有3名机师去染到Delta变种病毒，机师工会就跳出来也讲，有真侪国外拢开始解除封锁啊，到当地根本就无防疫措施，甚至伫咧外国机场内面，因的地勤人员拢无挂水暗。机师工会也呼吁指挥中心就要派防疫官去审查外站的防疫措施，而且长途转来到台湾了后，爱14天内袂当阁派出去陪。伫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要坐飞行机咧办手续的旅客无挂喙罨，协助机组人员报到的地勤人员嘛同款无挂喙罨，航站内底地勤人员嘛同款，而且清洁人员嘛伫咧无挂喙罨、无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之下，规定做伙咧开讲。技术工会提供侪侪伫咧外国机场翕的相片，讲真侪欧美国家已经解除封锁，展开新的生活，原本就无要求爱强制挂喙罨。也若其他国家的机组人员要入境，嘛免隔离。伫咧这种情形之下，咱国的机组人员伫咧外站会染病风险是大大增加。
在机场的相关的地勤人员，包括我们接车大哥，因为在国外的这个疫情的状况，欧洲跟美国都已经相对的宽松，而且已经解封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再加上他们的民族特性，他们呢并不见得随时都有在佩戴口罩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会让组员倍感压力。技术工会表示，大部分的机组人员伫外站拢会真接做消毒，大家拢无想要真做防疫空芳。工会希望讲，指挥中心会当比较东京奥运的模式，派防疫官去外站实际做勘查。伫外站新的防疫措施还未出来进前，工会提出诉求，希望飞长途的机组人员返来台湾会当比较一般的民众居家检疫14天，而且伫这段期间，航空公司袂当指派这个机组人员接勤飞出国。在国外的航空公司似乎也没有说全部都要居家隔离14天的一个规定。好，那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一个管理的情况，跟实际飞行的需要，跟检疫的安全3方面一起来做讨论。民航局表示，因应疫情的变化，居家检疫的政策拢会随时做检讨，嘛会提报指挥中心审查。目前拄过2档疫苗机组人员返来台湾，要是爱做5天的居家检疫，还佫有9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拢爱去防疫旅馆或者是公司的防疫宿舍。记者综合报道。中学生含5专生对23开始会当注 BNT 疫苗啊。台北市是因为因的学生有较侪提早到22开始，今仔日也开始分意愿调查表给学生，希望伫咧2礼拜会当全部注射。甚至有高中已经含地方的病院接接过啊，按算伫1天以内就要甲全校的学生注过疫苗。成功高中护理师甲学务主任来学校活动中心讨论台北市联谊和平园区初步规划23来学校替学生囡仔注 BNT 疫苗的流程。我们场地是很大的，然后所以它可以用5排、10排的人都可以容纳得下，然后距离也是他们就是会用于美丁式的打法。我们有跟医院讨论，就是他们一定要有急救设备，然后他尽量能够派救护车在楼下等待 stand by， 就是如果有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做处理。因为已经有伫学校注流行性感冒疫苗的经验，毋过头一届伫学校集中注新冠疫苗，路线咱偌远，可能的状况拢爱先设想。因为规模无共，所以温存专人性质的家长志工入来学校协助。动员到非常多的人力，还包括现场的动线的安排，然后人员的照顾，安抚，然后环境。那个甚至说我们要考虑要不要放个轻音乐，参与的志工必须要有疫苗施打的证明，而且已经超过14天。台北市政府讲，全台北市171间高中及5专也甲国中，拢总有15万7千外学生囡仔。这边开始发放苹果加意愿书，若做以9成苹果2礼拜会当做完。另外一方面，因为苹果加意愿书列出是毋是有心，有女学生感觉解药，甚至有侵犯温书的质疑。指挥官陈时中是讲。怀孕也是其中的一个在打疫苗需要去顾虑的一个考虑因素。那同意书里面都是尽量把有可能的状况都列出来。当然他会问很多的问题。指挥中心补充，做任何类型的疫苗，拢会问身体状况，包括是毋是有心，并无限制成年人还是未成年。若是有顾虑无回答，会当私底下去问医师，也未反对。记者综合报道。9月中过后，大学也开学啊。教育部昨暗指出，各学校上课室内袂当超过80个人，室外袂当超过300人。亲像成功大学、中央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等等学校，因也决定讲开学前2礼拜改做线顶上课。台也鼓励老师会当使用线顶上课。若准上课人数较少的学校，学生会当有防疫距离之下，也会当来现场上课。王体温是名离学校大科大研究所的学生，22开学进前转去学校，因为疫情1年外，学生讲防疫甲远距教学已经是真正常。可能就会变成像之前一样都是轮班，实体授课跟远距上课，我觉得效果还是差蛮多的，所以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希望疫情紧结束，恢复实体上课。学校按照教育部上新公布的防疫指引，伫教室内底维持社交距离上侪80人，爱坐固定的位、固定的人，落实实联制。专程炸喙安袂使食物件，教室内底爱通风真好，嘛爱消毒。若是其中一项做无够，就爱改做线顶。大科大决定开学前2个礼拜拢是远距教学。
考量到中秋节可能有一些群聚的效应哈，10月6号之后，一个班级呢，以50个人以下的，我们才可以考虑让他做实体的。嘛是台湾大学系统的大师大，即马规划拢照指引80人以下实体开学。大前2个礼拜是鼓励老师婉顾，人少的课若是做好防疫，会当实体。例如说实作课啊、实验课啊、操作性的啊，没有硬性的全部要全员进。成功大学15开学，前2个礼拜嘛是线顶，而且6500位新的学生，自后来就安排去成大病院做 PCR， 即马已经有4600多人完成采检。拜四学校内底搁爱用快筛站。我们不强制啊，他觉得他有需要做，那到我们的快筛站，我们就会让他做快筛。就要开学啊！大学按照指引，搁看家己的资源，逐工来讨论，做出决定，甲对应，就是希望做到上好，互校园更加安全。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这转会伫今仔公布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规划建议，希望用反省维权历史公园做中心，而且甲有维权代表的物件改掉，亲像是大厅的蒋中正铜像改变厅堂的功能甲外观等等。完整的方案明年会送到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公布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方案的规划。反省维权历史公园为中心，希望解除以园区空间维权的感觉，转型做反省维权历史的都市空间。未来有2个转型的方向，包括改造维权空间，透过包容性甲友善多元使用群体的设计策略，嘛要互空间布局，拍原地装摆维权的路线。园区内底主要维权的象征，会有3大处理措施，包括要甲大厅内底前总统蒋中正的铜像拆掉。中正纪念堂的功能，还有外观买改造，园区整体路线买规改变。最后将这个整体完整的方案写入总结报告，提交给行政院，估计会是落在5月的部分。2007年3月份，阿扁亚政府要甲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改名做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而且伫11月份甲园区定做是固定的古迹。加当年政党轮替，马政府伫2008年8月份，搁改改造转来。而且伫2009年，甲古迹的范围变更做正面牌楼、民主广场、民主大道甲中正纪念堂。促转会特别向文化部文资处确认，伫指定固定古迹的名册内底，并无大厅内底的铜像，而且铜像并不是指定古迹的主体，并无文资的身份。不过，为过去的历史来看，那着陈营对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议题看法是天差地，嘛充满争议。促转会按算为10月份开始，会透过多元的管道，甲社会来沟通转型的方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大家的空间，要怎么样公共都能够更友善的使用，然后又能够从威权走到民主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园区上能够好好的妥善的利用，这都是我们会希望的，所以我们会广纳各界的意见，多做讨论。负责管理中正纪念堂的文化部发声明表示，促转会提出的建议，按以促转条例第11条规定来办理。文化部原则上是尊重，嘛会配合整体政策的方向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关注原住民教育议题杂志《原教界》这本双月刊，对2005年出版头一期，到今已经是第100期了。政治大学即阵正在举办原教界展览，要互民众了解到原教界这17年来对原住民议题经营甲奋斗。红布揭开，展现出野北的数字，庆祝原教界杂志出版第100期。原教界是一本关注原住民教育议题的杂志，内容嘛延伸到语言、文化政策等等方面，为侪角度来讨论原住民族的教育。亲像每一期的封底拢有世界各语言的专栏，伫第100期嘛回顾过去上届100种语言，其中就包括台湾的46种语言。这个刊物走的路线是专辑路线，就是丛书路线。等于每一期的杂志就相当于1篇的文章，1本书。那里面呢要写什么的内容呢？就是根据过去这1年来或未来的1年里面，
研教界里面有可能的议题。原教界过去的出版拢伫展览当中摆出来，嘛会使扫 QR code 用手机来看。虽然伫网络时代，比起文字的平面杂志，较侪人爱看影音媒体来吸收知识，但是学者讲，原教界也是真重要的平面媒体刊物。平面媒体虽然看起来有点式微，不过，譬如说我们要了解一些比较深刻的资讯，尤其是这一类譬如说你提供跟教育有关的资讯的话，那文字类的媒体所呈现的，还是有它一定的深度跟广泛性。政治大学9月初8到10月30，伫学校内底大型图书馆办理特别展览，希望想要了解原住民相关议题的民众，做伙来见证原教界自2005年起算17档以来，超过1300位作者的参与成果。记者郭宝文、张随台北报道。高雄市铁路地下化了后，甲本地铁基路变做是15公里长的立方道，两边会当看到真侪古厝。即马市政府也邀请14位在地艺术家，替27间旧建筑的壁道彩画，变做是有艺术也是民众行大好所在。伫铁工厂外口壁提油彩勒画图的是当地里长，嘛是一位插图画家。伊带领其他艺术家甲学生做伙完成这幅大型彩绘。彩绘内底有高山啊，有猫啊，遮高水的动物拢是里长设计的。社区因为有这些流浪动物的议题，希望用动物的方式，提升，因为一个动物社区共荣啊，其实流浪动物的问题是有真正足歹解决的。社区加即块5花10色的彩绘，真侪里民翕相拍影片来公园散步，心情嘛介好。沿这条15公里长、拄才完成的立行道行落去，对左营到凤山，阁有真侪透天厝，也是国体后壁面，即马拢无共啊。铁路地下化以后，铁轨已经下地了。那是否把这里开辟为绿意盎然、这个视野空旷的一个绿园道？那我们希望铁轨两旁的一个景观也能够有所转变，来跟我们的绿园道来做一个融合。14位在地艺术家发挥创意，拢总会完成27幅建筑彩绘。绿树甲彩绘代替火车的乌烟甲噪音，旧社区嘛有新风貌。记者邓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云林的原中国小伫休热时阵举办5天的布袋戏营队，互学生囡仔来让布袋戏念口碑，认捌传统文化，咱做伙来看卖。大家顶的布袋戏是应该介精彩，大家看观众也拢看甲真心实。这是云林原中国小伫今年休热办的布袋戏营队，总共5天的活动，伫上尾一日来发表成果。总共有5天的这个练习跟学习哈，啊，好囡仔学到做这些语言啦，还是这超偶啦，包括这锣鼓哈，这部分。一寡学生囡仔过去拢无学过布袋戏，透过艺术的指导，为人翁仔基本手势、教念口碑、语调变化，学生是拢感觉真趣味。像这样放这里，然后呢，你可以像这样动来动去。你这样第一次这样敲起来，你觉得会不会很难？不会，就那个很像拍手打一下就好。我这个台语是从我小时候会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学。今天要演出，所以昨天晚上着急的睡不着，因为会觉得隔天就会忘记那个台词怎么念。5天的时间要学一出戏实在无简单，不过这些学生拢真认真，唔但透过课程认捌咱台湾的传统文化，也透过表演培养自信。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台顶3分钟，台卡是归厝经，3年出一个状元，10年才出一个小生。为着要让少年辈有舞台，通好发挥表演艺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5年以来，在培育到90位传统戏的新演员，向艺术学戏台顶的生死门，变戏台顶的真功夫。对10月中开始就要小连续登台演出咯。汉声新团廖庆基老师的歌韵，演李三娘的狄文倩，甲演老家姐江依璇，拢是新团歌戏剧团的新秀。做
歌车戏，唱念主要讲歌话北管兰丹戏，闹西河，庆美园兰丹剧团的新秀吴大珍也搬了正出局。学做戏10歌档，邓美云歌戏剧团换心如的表现，也让老师邓美云看到传承的希望。你站出来就是代表着老师嘛，我们的师父传承的这个，所以我们也不能丢老师的脸，那自己也要为自己争气。学戏囡仔袂变歹，敢若亲像咱伫咧学音乐吼，讲学钢琴的囡仔袂变歹，其实学戏的囡仔嘛同款，因为因大部分伫咧戏内面有学到真侪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伫内面学到真侪道理。为着保存台湾本土民间剧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第5届的新秀舞台，计共12个团队，16位新秀，对歌戏、客家戏、舞剧到兰丹拢有。台湾的剧团上多是布袋戏，第2就是歌戏，歌戏也有4、500团，这就有定期，但是老实讲，这几年会停多，愈来愈降落去。高大团艺中心已经牵成每挂90位新秀，互因发挥的舞台。今年的演出10月中开始，望新世代靠老师的北来，也会当有更较侪人互因掌声甲支持。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伫咧台中的后里有一间有机农场，伫咧歇寒歇热的时阵，会提供实习的机会，互读农科的高中生去遐体验做事，望互学生囡仔会当提早了解到农业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学生真细腻咧操作农具，要安怎种地开沟？中英大学附设农工连续4年和后里的有机农场合作，伫咧歇热歇寒期间提供实习。和学生甲农民做伙工作，提早适应做农生活。我们是1年级就能进来，但其他同学是去别的农场做别的工作，然后我们不是，我们是来这里学开中耕机，也算是有点超前部署的感觉。有些东西在学校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1年级嘛，没有在学校那么快学到，然后我们来这边可以提早学到，然后回去就不用再花费太多的心力去处理它。航空讲，虽然今年疫情影响，敢若认为1年的学生参加实习，不过实习的内容连倒是更较杂钱。对种机、使农具到远白塘海等等，各项目农民拢对前对后亲身指导，传承经验，望互因的做农技术更加提升。例如可能作物的肥培管理啊、病虫害的管理啊，以及这个未来对他们帮助比较大的这个农机具的操作使用。对，这基本上都是每天就是农民做什么，学生来就跟着做什么。学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农场见习的这个活动，那么可以就是了解我们整个业界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对于说将来学生在升学啦，或者是决定就业的一些方向那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航空表示，后来虽然有附设农场和相关的资源，不过实习课程会当互这学生直接对农民落去种植，也希望互这学生囡仔提早踏入工课场，未来通有更较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当中国伫咧禁止少年人耍电脑游戏时阵，伫南韩却是拍拼发展。电脑游戏甲网络产业拢有正发达的韩国，最近有一种是结合 VR 和 AR 的物件当咧穿，而且佫结合网络平台合作元宇宙。而且伫咧韩国政府的部分，因也伫咧协助，希望讲甲即个领域的世界事业全部接起来。看起来亲像是动画电影内底一个记者会现场，事实上，伊真正是一场的记者会。 메타버스 영역은 향후 다양한 산업 영역과 결합하여 크게 성장할 유망 분야라 생각하며 이프렌 출시를 시작으로 다양한 관점에서 메타버스 사업을 집중 육성해 나가겠습니다. 출시 한 달 동안 수백 건의 제휴 요청을 받는 등 이프렌드에 대한 많은 관심과 격려를 보내주고 계십니다. 伊用的虚拟实境 VR， 也是增强实境 AR， 拢是使用者家己入去虚拟空间，看到各种画面，加入无上各种元素来互动。这个 Metaverse 是更加进一步接受真侪人到阵来进入共一个虚拟的空间，来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对简单的拍招呼，到更加复杂的参加 K-pop 演唱会等等。 当年，算个人要伫这个虚拟的空间内底成立公司，开发房地产，也是其他的事业经营，也完全无受到实体空间的束缚。 그래서 그 모델 자기만의 모델을 통해서 그 블록체인 기반 코인들 뭐 그런 것들을 활용을 해서 그것과 연계를 해서 수익을 창출을 할 수도 있고.
Metaverse 被翻译成做元宇宙含有超越宇宙的意义。韩国因为房地产的价销真悬，少年的世代长期生活在经济压力之下，当时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一直来袭，实体世界人甲人接触变甲更加困难。对 SK 这款的大财团，也是估计之类的精品的牌子来讲 ，Metaverse 是超越疫情的限制，让使用者在虚拟的空间付钱，摕到自我满足的一个方法。而对着使用者来讲，付出一寡代价。在虚拟的世界内底得到虚拟的满足，也是另外一种的超越。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嘉南到新竹是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苗栗到云林是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嘉义到屏东是对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宜兰到台东是对25度到33度，外岛部分对偏湖、金门、连江县是26到35度，也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